就在要到了。花莲水水的柚仔真出名，讲今年的产量有较少，市场的绩效会比往年较悬。就今这个采收前会来调查头，当地凤林警察分局特别来成立着护柚仔队，每半点钟就会巡逻一届，让农民加真安心。 警员开巡逻车来到柚仔园的边啊，罗车签巡逻单，也搁来甲柚农开讲，关心柚仔状况。农民看到这警员，拢非常安心，因为因若是保护人民，嘛保护因的柚仔。有空我来巡。花莲水水的柚仔是天高好食，若到这个中秋节进前，就是柚仔采收季。这柚仔农大约有400-500户，正式的面积有800公顷。 年产达是8亿，加上今年减产2成，所以市场绩效更较好，一公斤估计超过20块。凤林警方警察啦，会要来偷摕这柚仔，特别成立护柚队，每半点钟都来巡逻。有开始伫护柚来讲吼，为阮这农民哦，敢若阮的柚仔就毋捌讲去互人偷拔去。从8月26日开始，我们规划了一连串的护柚专案。 着重点在于柚子产区的巡逻，尤其是深夜时段，我们更加强针对编排便衣跟制服交叉的方式。农民讲，今年收成品质应该是比往年较好，有警员咧保护，贼仔嘛唔敢出现，互因会当安心采收，欢喜过中秋。